位朋友嚟到太古城呢一度睇久別重逢，今日係一個借票場，所以咧我哋都會邀請到主創嚟同大家分享嘅，包括有導演編劇梁禮賢。Hello， 大家好。好期待同大家見面嘅導演啊，正啊！之後仲有兩位主創，許欣怡 Natalie， 仲有陳卓賢 Ian。歡迎晒三位，導演開唔開心啊？又見到大家。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睇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希望新嘅一年大家都繼續支持《久別重逢》呢一套電影啊！新嘅一年亦都可以繼續同自己久別重逢。係啊，就係呢個睇完電影嘅時候帶走嘅感覺。好，導演，你覺得你有冇因為即係其實呢一個月啦，都走咗好多唔同嘅謝票啦。對於你嚟講，見到大家有咁樣嘅迴響，其實你有冇好開心？我好開心，大家咁好反應、咁好評語啦，亦都好多人話俾我聽因為有套戲成日都感動到我嘅，我自己成日俾佢鼓勵到我嘅。咁我如果見到有啲人話啊，套戲都鼓勵到佢咧，咁我會零舍感動，我好感動。最開心分享到。係啦 ，Natalie 做呢套戲嘅時候，有冇令你對人生有一個新嘅睇法啊？哇！我諗住2025年諗啲新嘅問題問下大家。好啊，其實都有，即係令到我想多啲活在當下咯。因為其實我哋個人都冇得真係用咁嘅一條鏈去穿越去未來或者翻返去之前，咁所以就真係要更加珍惜每一刻，同埋珍惜身邊嘅人。Ian， 我哋每一次問你關於呢一個角色，譬如穿越啊、成啊咁樣，你都好享受活在當下。2025年嘅你係咪繼續都會係咁樣樣咧？你覺得？係啊，繼續都係專注目前啊。咁會唔會好似蘇星華即係年輕嘅時候咁樣創作多啲唔同嘅歌曲咧？會嘅，一路都會。好啊，入面嘅原聲歌曲好唔好聽啊？好聽，佢哋都唱得好好。大家係咪都有啲問題想問佢哋咧？又或者有啲感受想分享關於電影嘅？咁我哋有請導演，今日我哋都揀兩位朋友嘅。好，有冇人舉手就揀你啦。呢個舉得好快。白色衫呢位朋友。Hello 導演 ，Hello Leslie，Hello Ian，你哋好。呢場已經係我第12場。多謝你。我想講睇咗咁多次，我都有喊。我都好俾你哋感動到，無論係音樂定係咁多位演員，我都覺得好感動大家。多謝你哋。我想問導演有冇考慮會將呢部戲做一個改編小説或者出電影嘅 album？我考慮，會考慮。因為我好想，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想 keep 佢做一個record 留念，係啊，因為呢套戲真係無論睇幾多次都有好多細節位都好感動大家。不過呢套戲對我嚟講，我都曾經講過，我覺得佢係好屬於影像嘅，即係佢係好需要影像嘅配合嘅，係啊。咁我考慮下點樣可以做得最好先。嗱，我覺得咧，你哋咁樣嘅交流係好好，因為久別重逢咧，最得意嘅一個地方就係好好睇之餘，佢喚起到內心你自己嘅感動啊！所以咧，不妨自己打開本 journal 寫低呢一刻嘅你自己係變成咩，同自己久別重逢嘅記錄，咁可能就更加值得紀念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下呢件事。好，咁我哋問多位朋友。就你啊，係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有啲緊張。首先好恭喜Ian喺2024年音樂上有咁好嘅成績啊！希望2025年係更加有更多。另外好多謝久別重逢嘅團隊上下嘅努力啦，造就咗呢個咁有意義嘅一套戲。人越大就越多枷鎖，好似冇咗細個嘅一啲童真同埋拼勁。未必每個人心目中入邊都有一個夏文軒。但係我覺得睇完呢套戲可以諗翻細個嘅初心係乜嘢。另外好多謝咧，特別演活夏文軒呢個角色，無論係中邊個時期嘅夏文軒，我都覺得好好，係真係好多謝你。另外我好想大讚導演，因為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真係好想講，無論係夏文軒兩個嘅夏文軒嘅感覺上都好相似，係毫無違和感，即係我覺得係好似，尤其是你哋兩個嗰一幕。係好令人感動，係多謝。多
多謝晒你嘅分享，好有衝，亦都好有意思。希望帶住呢一份感動咧，大家繼續喺2025年分享《久別重逢》有幾咁好睇啦，幾咁觸動到你啦。最緊要係帶住呢一份禮物啦，可以陪住你之後好好咁樣過2025年，咁就最好啦。多謝晒大家，我哋呢個時候咧同主創嚟一個大合照嘅，咁3位朋友咧可以嚟到前面呢一度，係啦，咁啊一齊就影張相啦。咁多位朋友可以露出你哋好感動嘅表情嘅。我諗緊啊，如果真係有機會可以穿越嘅話，自己會唔會穿越翻去呢一個場次睇翻自己今日嚟支持咧？大家有冇 pose 要擺？就擺啦，好，好，多謝晒。